44年合法執業與行政執法爭議，論刻意而非疏漏的執法本質。本人胡干亨，澳門正式持牌中醫師，自1981年於澳門開診執業，至今執業長達44年，歷年嚴格遵守澳門各項法律法規、衛生規範與市政管理條例，從未有任何違規違紀記錄，長年積極配合各部門行政監管，一向維護社會秩序與政府公信力。近日，本人遭市政署環境衛生及執照廳以通訊地址與招牌設置地址不一致為由，認定診所長期合法懸掛之廣告招牌涉嫌違法，已作出行政處罰。經本人嚴謹梳理法律條文、行政慣例與客觀事實後，確認本次執法並非簡單的知識疏漏或程序失誤，而是刻意曲解規則、擇意執法，當中存在明顯的法理偏差、邏輯矛盾與執法標準失當，特此作出公開聲明，懇請全澳社會各界、傳媒朋友、法律界人士共同關注，以輿論監督守護澳門行政法治與市場經營公平。三類地址職能獨立，依法互不干涉基礎常識不容混淆。在澳門行政管理制度中，通訊地址、商業註冊地址、廣告招牌核定地址為三套職能完全分離，適用範圍截然不同的登記體系，絕不可混為一談。通訊地址僅為行政聯繫、郵件收發、稅務通知專用地址，作用僅為方便部門對接聯絡，與經營場所資格、門面招牌合法與否沒有任何法律關聯。2023年澳門推行統一通訊地址政策亦明確，該地址可靈活變更，異地設置，不影響商業牌照與市政審批效力。商業註冊地址，經營主體法定登記住所，用於商事備案、管轄劃分，負責確認經營主體合法資格。廣告招牌設置地址，市政署獨立審批核定的專屬物理位置，招牌是否合法，唯一權威依據僅為市政署歷年審批文件與續期記錄。簡而言之，政府對外聯繫的收件地址，從來不能作為判定商戶門面招牌違法的執法依據。這是數十年來澳門商界普遍遵循、各部門默認的行政常規，亦是每一位市政執照管理人員入職必備的基礎常識。客觀事實清晰完備，44年合法手續鐵證如山。第一，早於1982年，本人已取得前市政廳核發的長期性廣告正式牌照，當中明確標注招牌合法設置地點為澳門鏡湖馬路76號添祥大廈1樓 B 座，即本人診所實際營業地址，審批手續真實有效。第二，數十年來本人嚴格按照市政規定按時辦理續期手續，從未中斷，完整保留歷年繳費憑證與續期單據共22張，有21張由於當年的市政廳更換廣告招牌續期簿，將補收回，保留在該廳，以後續期後發收據，即便是2025年、2026年最新一期續期業務，市政處依舊審核通過，正式確認該處招牌合法有效。第三，衛生局早年核發之醫療廣告批文及經營許可，同樣認可診所現有營業地址，多方官方文件相互印證，形成完整證據鏈。綜觀全部事實，該招牌從審批設立到數十年持續使用，全程經市政部門認可，手續齊全，來源正當，屬於受行政許可嚴格保護的合法設施。三，本次執法的四大不合理之處直指問題核心：一、缺乏明確法律依據，涉嫌自創執法標準，騙濫澳門現行市政廣告管理條例、牌照監管規章等所有相關法規，沒有任何一條法律條文將通訊地址與招牌地址不符列為違法情形。執法部門脫離現有法律框架，自行設定處罰事由，已然偏離依法行政基本準則。二、顛倒證據優先順序，捨本逐末，判定門面招牌合法與否，理應以市政處自身出具的審批檔案、數十年續期記錄作為最高權威證據。然而執法部門捨棄本部門生效多年的行政許可，反而跨部門調取財政局僅作聯絡使用的通訊地址作為定罰唯一依據，嚴重違背行政證據認定邏輯。三、行政行為前後矛盾，損害法律穩定性。同一個行政部門，
在2025年及2026年剛剛完成招牌續期審核，正式認定合法有效，轉而又以同一地址非法為由啟動處罰程序，同一主體、同一標的，短期內作出兩種完全對立的行政認定，不僅讓經營者無所適從，更嚴重損害行政行為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四、執法尺度未能統一，存在選擇性執法。放眼全澳商界，眾多商鋪、診所、企業均存在經營地址與對外通訊地址分開登記的情況，此類情況極為普遍，長期以來均正常經營，未受干預。如今唯獨針對本人這間執業40餘年，從無任何不良記錄的老牌診所開展執法，這絕非無心失誤，而是刻意針對。四、疏漏與刻意的區別。為何本案不可能是疏漏？所謂疏漏，是無心之失，是程序上的偶然瑕疵，例如不小心看錯編號，遺漏一份文件。若是疏漏，當事人指出後，部門應立即覆核、糾正、道歉。所謂刻意，是有意為之，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例如明明知道通訊地址與廣告合法性無關，卻故意將其作為執法理由。明明自己剛剛續發了合法牌照，卻故意同時啟動處罰程序。從本案的事實來看，捨棄直接證據，本部門數十年合法的牌照，採納無關證據，財政局通訊地址，行政行為自相矛盾。一邊續期，一邊處罰，執法標準因人而異。全澳僅此一例，每一項特徵都不符合疏漏，而完全指向刻意。環境衛生及執照廳作為市政處轄下負責核發及監管廣告牌照的核心部門，其廳長及前線人員每日處理大量同類事務，不可能不知道通訊地址與廣告安裝地址在法律上的根本區別。這不是高深的法學理論，而是他們入職必備的基礎常識。因此，當他們明知故犯、刻意混淆，其行為性質已經從行政失誤升級為濫用職權，這正是澳門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制的對象。五、對執法部門的嚴正質疑。環境衛生及執照廳廳長馮衛星曾於公開場合明確表示，該廳的檢控工作一視同仁。然而在本案中，全澳眾多商戶普遍存在地址分離，唯獨本人被重點整治，本部門核發的有效牌照被無視，卻借用他部門的聯絡地址作為定罪依據，同一地址在短期內被記認定合法又認定非法。請問一視同仁的承諾，為何到了胡醫師身上就變成了另眼相看？身負管理職責，理當秉公執法，一視同仁。若挾私刻意為難守法經營者，不僅難以服眾，更有負公職人員應有的操守與職責。六、理性訴求。基於上述事實與法理，本人提出以下訴求：一、立即撤銷處罰，市政處必須立即撤銷對本人8塊合法廣告招牌的非法認定及一切相關處罰程序。二、公開解釋矛盾，要求執法部門公開說明，為何在自身牌照有效的情況下，採用與招牌合法性無關的通訊地址作為執法依據。三、統一執法標準，呼籲相關主管部門規範地址類別管理邊界，避免廣大守法經營者無端遭遇同類行政困擾。四、追究濫權責任，廉政公署及檢察院應嚴查此次事件中是否存在選擇性執法、刻意針對、濫用職權等行為。七、結語。本人數十年堅持守法經營，始終信賴澳門完善的法治體系與公正的行政環境。此次發聲，從非刻意對抗部門監管，而是希望糾正刻意偏頗的執法判定，捍衛自身合法經營權益。與此同時，此次維權亦關乎全澳無數普通經營者的切身權益。倘若此類脫離法理、刻意雙標的執法方式得以默許，日後必將有更多守法商戶面臨無端約束與不合理處罰。身為從業數十載的中醫從業者，向來篤信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無論是調養身心，還是處世行事，皆講究循規守正，順勢而為。數十年來，始終以醫者本心行醫濟世，亦以守法之心恪守規章，從未逾越分毫。衷心呼籲社會大眾、新聞媒體給予關注與支持，
以正當輿論力量監督行政執法，共同守護澳門法治底線，守護全澳商戶安心經營的良好環境。正義不能讓刻意擾路、混淆法理、濫用公權的執法行為得逞。聲明人：胡乾亨，澳門持牌中醫師，日期2026年5月20日。備註：本文純為客觀陳述事實與法理，秉持理性維權立場，無任何不實言論與惡意指責。
語音系統姓名讀音錯誤要求修正。本人姓名胡儉亨，普通話讀音 UKNHNG，粵語讀音烏儉亨。蘋果手機 Siri 及系統文字朗讀、語音辨識，長期將本人姓名錯讀成胡乾亨，嚴重擾亂正確姓名發音，造成本人心理不適，亦侵害個人姓名權，懇請蘋果技術團隊立即處理。一、修正鉗字標準讀音，納入系統詞庫；二、一併優化普通話及粵語語音模型，不再混淆鉗與乾；三、透過系統更新推送修復，並給予正式回覆進度。本人保留一切法律維權利，敬請盡快跟進處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已經打動我的心。香港哲理中醫醫藥研究總會會長、澳門健康生活雜誌醫學顧問胡儉亨願你平安、健康、快樂，夢想成真。
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雨伞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一封情书，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情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绽放里，你就是我心上的落家。越过天晴我一定会找到你。下起了雨，人海里我不见了你，心中对你的这份爱，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是我的就是我心上的落家，越过天晴我一定会找到你。你是我的落家，我是多么爱你。你躲着风，你在那做绽放。